个节目咱知影长辈会北区有一对阿嬷某对咱长辈是真心诚恳的来服务，就是王国松先生甲何秀满，因这对夫妻呢，在北区的时候，不论风雨无阻，无论落雨天风，伊也是跟着伊的家气，甲因太太来替咱北区的长辈为服务，所以北区的人，恁有福气，谢谢王国松、何秀满，请。伊要甲咱唱一首，就代表因两个江线情，谢谢。江香在此江香，谢谢。看看哪里啊？人回我。
良心心无地看。好，谢谢。今仔日是真想袂到讲王国松会答应讲要起来练表演，所以伊行路骹即马较无力，胖我需要甲伊做伴款，所以我原来抱一道骹，原来嘛会拜一个，真多谢，所以谢谢，咱大家花香的吹了真无简单。王国松最近因为车祸，他还是能够站出来替咱的长辈来唱歌，实在是无简单。多谢这对夫妇，永远都是替长辈回来奉献，谢谢。